嗨，大家好，我 Lisa 啦。看今日穿安尼搁起鼎，就知影我要来煮食。啥物是煮食咧？煮食咧，就是甲青的鱼啊、肉、青菜这物件料理一下，变做咱人会当食的物件，就叫做煮食。讲到煮食咧，咱有足侪种料理的方式。今日咧，就互 Lisa 来为大家介绍一个娃娃 TV。头一个咧是鲫鱼。咱大部分的人看到鲫鱼咧，拢会甲读做煎，这是文音的读法。意思咧就是伫鼎内底掺一寡油，甲这物件下落去，甲煎到表面赤赤，变做金黄色的，亲像鱼啊、甲卵，咱就拢会当用煎的。这鱼另外一个读法咧是转，这是白话的读法。转咧就是爱用鼎也是壶来掀物件。亲像转茶、转药啊，好后一个咧是鲫鱼，鲫鱼或者炒，炒咧嘛是爱伫鼎内底倒寡油，然后会当先放寡蒜头落去芡芳，再将要炒的物件等落去甲炒好熟。亲像足侪青菜就会当用炒的，炒饭、炒面嘛拢是用炒的哦。好，刷落来咧是鲫鱼。鲫鱼咧，或者煎，煎咧就是爱伫鼎内底倒足侪油，要煎的物件外口咧爱搁寡物件，亲像番薯粉这的物件，然后咧甲等落去油内底，甲煎甲变做金黄色的，亲像咸酥鸡就是用煎的，日本的天妇罗咧嘛是用煎的哦。好，搁刷落来咧是鲫鱼，鲫鱼咧或者咸。咸咧就是点火落去烧的意思，亲像咸火、咸茶、咸滚水。咱古早时阵无雅士，就爱咸茶、咸火，才会当煮物件来食。咸茶咧就是揢茶来点火，咸火咧就是起火的意思。若咸滚水咧，就是伫火顶悬甲水煮好滚，就叫做咸滚水。人古早时咧生囡仔的时阵，产婆拢会叫人去咸滚水，这是要用来消毒生囡仔爱用到的物件，甲切红圆仔的。咱台湾人足爱泡茶的，要泡茶的时阵咧，嘛爱咸滚水才会当泡茶哦。好，搁来咧是鲫鱼，鲫鱼或者煠，煠咧就是甲食的物件等落去滚水内底，甲煮好熟，亲像沙面、沙水饺、沙青菜，抑阁有阮南部粽嘛是用煠的哦。好，阁刷落来咧是鲫鱼，鲫鱼或者滚，滚咧就是甲食的物件放落去水内底，慢慢甲煮甲变松松、软软、烂烂，亲像滚绿豆仔汤，抑阁有囡仔歌有唱着的。点仔甲黏着骹，叫阿爸买猪骹，猪骹裤仔滚烂烂，枵规囡仔流喙烂。这个滚烂烂咧，就是甲猪骹煮甲烂烂软软啦。好，搁后一个咧是鲫鱼，鲫鱼或者控，控其实甲滚是差不多的意思啦。同款拢是甲食的物件放落去水内底，甲慢慢煮好烂。毋过无共的咧是控是比滚的时间爱搁较久哦。控基本上是用伫咧质地较硬的食材顶悬，亲像肉着较硬，需要用较久的时间来甲煮好软，所以着爱用控的，无定翘翘歹煲啦。若像绿豆仔、猪骹即种毋免煮伤久着烂糊糊的物件，着用滚的煮出迄个气味就好啊。好，搁刷落来咧是鲫鱼，鲫鱼或者卤，卤咧是伫水内底加豆油甲一寡香料，然后甲食材等落去用慢火豆豆仔煮。卤甲控滚较无共的咧是卤是特别针对肉，伊因为有放豆油这的物件，所以爱煮甲伊变做咖啡色的，才是有入味，才会好食。好，搁来咧是鲫鱼，鲫鱼或者丁，丁咧就是甲食材、药材这的物件放落去粿仔内底，
加水用慢火豆豆啊加煮好熟、煮好烂，亲像炖煲、炖鸡汤。炖咧基本上就是要保存伊原本的迄个味，甲伊的营养拢煮出来，所以才用炖。好，后一个咧是鲫鱼，鲫鱼号做炊，炊咧就是用水甲食的物件创好烧，亲像炊便当、炊粿、炊馒头。人古早时咧，拢会用人绳来炊物件，啊，咱即摆咧，拢用电锅来炊，较方便。好，啊，最后一个咧是鲫鱼，鲫鱼号做烘，烘咧就是甲食的物件放伫咧烘炉顶悬，也是电烘炉内底，甲创好烧、创好熟，亲像烘肉、烘烟囱，就拢是放伫咧烘炉顶悬。啊，要烘芳、烘鸡卵糕咧，就爱甲放入去电烘炉内底啊。好，啊，除了食的以外咧，我阁有一个想要甲大家分享的，就是咱当节煮圆仔的时阵咧，袂讲煮圆仔，拢讲铺圆仔，因为圆仔等落去煮熟了后咧，伊家己就会铺起来，所以就号做铺圆仔。好，大家应该拢学起来啊吼，咱阁来复习一摆哦。煎、转、炒、煎、行、撒、滚、控、卤、炖、炊、烘，另外阁有芡芳甲铺圆仔。好，以上就是一寡煮食用的料理方式，分享给大家参考看卖。我是Lisa，今仔影片就到这，若是有介意我影片的话，来记得帮我试赞，搁来分享出去。啊，要订阅观众朋友咧，嘛要记得帮我试只订阅咧，甲隔壁的小铃铛，安尼较你收新的影片通知哦。另外咧，嘛要记得Lisa的会员制度已经开始咯，欢迎大家加入来甲我支持一下哦。另外咧，Lisa 嘛有 Facebook 甲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来帮我 follow 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咱后一个节目再会。